大家好，今仔日咱要上的是金平2年第1课来买菜蚵的语词，甲用语词来讲一句话。就是咱伫课本所看到的这页。做伙来念一摆课文。来买菜哦！透早菜市仔人真济，来哦来哦，人客来买菜哦。头家，这菜头安怎卖？一条15，两条算你20。先买一条就好。多谢，若好食才过来呢。好啦，好啦，第1课来买菜哦。这语词咱甲它当做3句话。第1句，上顶悬即排，豆菜番麦红菜头。对老师念，豆菜番麦红菜头。第2排，花菜葱仔甲笋仔，花菜葱仔甲笋仔，真好。第3排，白菜甲菜瓜，白菜甲菜瓜，就是安尼对老师念。咱要用豆菜来讲一句话。我上喜意食豆菜。我上喜意食豆菜。爱记得对咧念哦。阿母炒一盘豆菜。阿母炒一盘豆菜。番麦，阮兜的人拢真爱食番麦。阮兜的人拢真爱食番麦。我今仔日有食一穗番麦。我今仔日有食一穗番麦。四位穗。红菜头，食红菜头会使顾目睭。食红菜头会使顾目睭。兔仔爱食红菜头。兔仔爱食红菜头。花菜，花菜看起来若像一蕊花。花菜看起来若像一蕊花。阿母去菜市仔买花菜。阿母去菜市仔买花菜。葱仔，我袂记得买葱仔。我袂记得买葱仔。头家送伊一把葱仔。头家送伊一把葱仔。笋仔，俗语，歹得出好笋。歹得出好笋，意思是讲，一个人伊的出世的环境、家庭无好，嘛是会使变做一个真好的人、真优秀的人。歹得出好笋。白菜，白菜会当做几若种料理。白菜会当做几若种料理。阮兜有种白菜。阮兜有种白菜。看到顶悬的白菜，是毋是拢生做无共呢？因为有无共款的品种哦。阁有足侪名，咱来做伙念。山东白仔，
山东白仔，东白仔，东白仔，包心白仔，包心白仔，包白仔，包白仔，广心白，广心白，真厉害哦！菜龟，菜龟会当用来做菜龟布，菜龟会当用来做菜龟布。阿姐上爱食菜龟，阿姐上爱食菜龟。俗语，俗语，目睭花花，牛仔看做菜龟。目睭花花，牛仔看做菜龟。这是啥物意思？有一天，你咧上台语课的时阵，雄雄甲台语老师当作是你的导师，看毋到人啊，真正是目睭花花，牛仔看做菜龟。你看顶悬中央迄个圆圆大颗大颗迄粒，就是牛仔。边仔长长，迄条就是菜龟。伊拢是青色的，而且呢，边仔阁有足侪叶仔，阁挂伫顶悬。有一点仔绳，有阵时互你会看袂清楚哦。咱阁甲两句俗语念一解：目睭花花，目睭花花，牛仔看做菜龟，牛仔看做菜龟，歹得出好笋，歹得出好笋。坐落来，咱要来做语序的测验。爱请小朋友，你先甲你进坐即条椅仔后壁，爱有一个空位哦。你看，剩顶悬即条白色的椅仔，伊后壁空空，拢无物件。等一下，咱要徛伫你的椅仔后壁，跳过来，跳过去。老师互你1分钟，甲你的椅仔后壁物件锁好。也是你甲椅仔抄去边仔，有一个细地的所在，空地仔，你会当徛伫椅仔后壁。你去准备一个哦。过20秒。你嘛会当先甲即个影片试互停落来，暂停一下。过5秒，咱就要开始咯。5、4、3、2、1。好啊，请你徛伫你的椅仔后壁。徛好啊。等一下，老师也念着，你的正手边，你着跳过正手边。老师也念的是你的倒手边，即个图你着跳过倒手边。咱来试一摆看卖。等下老师会念题目，我讲笋仔，你要跳去倒一边呢？你着爱紧跳过笋仔即边，就是你的正手边。
跳了以后，会记得，去行转来你椅仔后壁，咱要做后一条。好，你徛伫椅仔后壁吗？准备好啊哦。题目是白菜跳，你敢是跳来遮？白菜，无毋对。好，徛转去你的位哦。徛好啊吼，要开始咯，准备，花菜，你对啊吗？哪行？转来中央，哪念花菜？第二条，准备，菜瓜，你对啊吗？徛转来中央。第三条，爱跳较过去哦，超过椅仔哦，跳较远的哦。葱仔，葱仔，无人跳去笋仔遐吧？好，准备，你叫是啥？豆菜，豆菜，袂歹哦。佮行转来，第五条，准备，笋仔，笋仔，真好，无人去食红菜头吧？紧转来，第六条，红菜头，红菜头，叮咚。第七条，这是上困难的哦，你爱哪听哪跳。徛中央，准备好啊！真边边有两种番麦，一种是青的番麦，袂紫色的；另外一种是你伫夜市仔定定看到的红番麦、烤玉米、红番麦，等一个番麦、红番麦拢会出现哦。听到什么番麦，你就爱跳过去迄边。准备，开始，番麦，红番麦，红番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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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红番麦，红番麦，番麦，红番麦。跳得安怎样？番麦，这是第一个，来刷过对面遐哦。这就是咱答案。谈到上听的，即摆请你目睭看顶悬，哪看，哪念，哪跳。准备哦，老师甲你斗念，你搁试一摆，毋通跳毋对。准备开始，番麦，红番麦，红番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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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红番麦，红番麦，番麦，红番麦。
你讲董老师，你敢有跳？嘿，我来跳互大家看，好无？目睭毋通捏目睭哦，我足紧的哦。准备开始，翻尾行翻尾行翻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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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行翻尾行翻尾翻尾行翻尾，我还袂念了，我人就已经跳了啊。上尾是咱上紧张的，咱呢比赛这个时间哦。老师互你2关，第1关是10秒，第2关是7秒。看你会当为第1关较简单的10秒完成袂？好，徛好，徛伫椅仔后壁，准备开始。翻尾行翻尾行翻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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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行翻尾行翻尾翻尾行翻尾，你有法度念吗？老师甲你斗念，你家己嘛爱念哦。咱来挑战较难的7秒哦，徛伫中央，准备好啊！开始。翻尾行翻尾行翻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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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行翻尾行翻尾翻尾行翻尾，好，这个速度搁较紧的哦。有人讲老师，我搁要试一届，一定要成功。老师即届无念哦，你要家己念，家己看哦。开始。是毋是足侪人有成功伫10秒之前完成？6秒哦，准备开始。翻尾行翻尾行翻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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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行翻尾行翻尾翻尾行翻尾。我有听到小朋友伫电脑头前喊讲：“老师，我6秒就完成啊！”真正有够赞啊！甲你试一个赞。今仔日咱若做运动，若练习台语的语词，时间过得足紧的。老师嘛希望会当看到你跳来跳去的影片，而且你会当家己念。今仔日老师要甲你讲再会啊！即礼拜你若是有时间，你会使搁找一天来看台语百面通内底啊，第17集有一个影片叫做《无爱做医生，改种孙仔》，差不多有20分钟左右，你会当看卖下哦。今仔日咱就讲到这，再会。你有啥物问题，拢会使敲老师的来哦，甲老师讲，老师会当甲你解说。再会。